睇完呢個視頻，保證你少走大學4年彎路。Hello， 我係陶陽啊，一位專注於刷機測評嘅家電博主。今日同大家針一針大學生究竟可唔可以買洗衣機，以及應該要點選。我以我做一個例子啦。當年我個學校佢嘅規章制度冇話唔可以買洗衣機嘅，但係宿舍管理條例規定呢，宿舍係禁止使用大功率電器嘅，尤其係嗰啲電風扇、電磁爐等等。至於洗衣機呢，好多人見佢咁大嚿，實際上佢嘅功率係非常細嘅，平均功率喺300到400瓦之間。對比吹風機喐唔喐就1500瓦以上嘅話，就顯得濕碎啦。所以話洗衣機喺大學宿舍入面呢，就屬於一個灰色地帶。想知道可唔可以買呢？直接問下你嘅師兄師姐有冇用過就可以啦。至於大學洗衣機應該點選呢？第一點，一定要揀波輪洗衣機，價格平。大學4個人 AA 落嚟，平均都冇幾多錢，投資百零蚊咧就可以實現大學4年嘅洗衫自由啦。第二點，波輪洗衣機一定要揀個大品牌嘅，冇話揀下嗰啲雜牌，用個1-2年就爛鬼咗啦。有條件嘅最好喺京東買多個延保，保證大學4年都唔會麻煩到自己。第三點，一定要揀個帶水電雙寬功能嘅。宿舍尤其喺晚上屬於用水用電高峰期，好容易出現水壓、電壓唔夠，帶水電雙寬功能咧就可以實現唔受呢個影響啦。第四點，根據實際情況選用量。如果大家都係分開洗嘅話，5-6公斤用量就夠啦。但係從我經驗嚟睇啊，用唔到1個月，大家都會一齊洗，最多就係套個洗衣袋，因為慳時間啊嘛。所以如果你係4人間宿舍，就選個8公斤用量嘅；10人間就選個10公斤用量嘅，咁就 OK 啦。關於大學生洗衣機款式方面咧，價格由低到高俾大家參考嘅。第一款奧克斯 U508 468蚊，雖然話用量得個5公斤左右，但係勝在實惠，例如標準洗、快洗、統字潔等等嘅程序一應俱全，屬於性價比比較高啦。但係都係有個小問題嘅，好似呢啲2-3線嘅品牌，一般都係保修1年，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喺京東買個延保3年。第二款美的 V30 769蚊，用量5.5公斤，雖然話同前面嘅奧克斯差唔多，但係一線品牌嘅做工同埋品控都會比奧克斯要好。洗滌程序方面咧差唔多，但係多一個免清洗嘅專利技術，衛生方面會做得更加好。加上美的可以呢啲都係3年質保嘅，就係相當於延保呢筆錢幫大家慳咗啦。第三款海爾009 849蚊。用量可以做到8公斤，唔單止售後保修3年，並且仲帶有水電雙寬，非常適合大學生去入手。喺洗滌程序方面咧，更加精細化啦，例如增加咗強力洗、沖涼洗等等嘅程序，對於衣物保護咧會可以做到更加好。如果你係4人間宿舍，想一步到位嘅話，可以直接選擇呢一款。第四款小天鵝 23DB 1099元，直驅波輪洗衣機入面最平嘅一款，8公斤用量，帶免清洗嘅專利技術，一級能效，更加慳電。佢喺電機方面咧可以做到更好，前面4款都係定頻電機，所以噪音整體嚟講都要比變頻要大少少。對噪音比較敏感嘅話，可以多多考慮呢一款。第五款海爾 Mate 1469元，10公斤嘅大用量，直驅電機，一級能效。最大嘅特色咧就在於多咗除菌功能，底部屬於特製嘅抗菌波輪，同時咧機身材質從原來嘅塑料升級成金屬，起碼大學4年喺陽台嘅日曬雨淋，洗衣機都唔會發黃。大學如果係8人間嘅話，強烈建議大家入手呢一款。OK， 本期嘅內容咧到此就結束啦，我哋下期見。